后来，来乡亲想过好康，恐惊其中有诈术。先来看台中一个86岁老先生去互诈骗集团上钓，对方甲讲，只要开12万买灵骨塔转一个手，就会当用35万来卖出。这个阿公为着要互失智症倒门床的看守有更较好的照顾，听信对方的话，为一开始买2个灵骨塔开24万，到上尾总共买216万。对方还阁继续咧甲说，叫伊就爱继续买。老先生的孙看袂做哩，斗监视器，甲对方鼓吹操蛋的画面拢甲录落来，报警处理。你即马毋是买，你即马是下面做要卖是去安尼。老阿伯被人鼓舞买灵骨塔，伊拒绝，佮加走一个人出来斗讲话，讲投资原有好趁，只要开12万买一个灵骨塔，就会当用35万卖出。老阿伯伊前前后后投入216万，为着坑钱咧，甲一世人的业绩拢摕出来，金条嘛拢卖啊。他一个人86岁，骑着摩托车去银楼，好去换钱。爷孙发现唔对，偷偷对阿公出门，发现阿公去银楼，佮走去银行。就为着装钱买灵骨塔，孙愈讲愈艰苦。伊讲阿公的被骗，拢是为着要互阿嬷更较好的照顾。阿嬷，她失智，她在床上卧病很久了，需要钱。为着阻止交易，阿公的孙仔报警，甲警方做伙埋伏伫阿公因兜。啊是安怎啦？免笑，你妈知道你在做诈骗吗？啊？对方敢若笑，话拢答袂出来。警方查出卖灵骨塔，总共有4个人，要厘清到底是毋是有涉及诈欺。